为新年嚟做嘅户外实践节目，特辑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台湾各地来探险。来参加嘅一啲小朋友会伫烦恼嘅路上接受各种挑战哦。有的任务爱自家完成，有的任务就爱同朋友向下合作。除咗爱比户外活动，还爱比文学、美学、操作同观察力。你要向下来去看那大家生长嘅素材。来了！澳洲48点钟，天一季来到总决赛了。先来看那边上边是标到晋级总决赛的有哪6个成员？我觉得我表现得还不错，我要继续加油。我带着祝福而来，一定全力以赴。我要晋级前3强，我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。不要怀疑，我会让你刮目相看。你不要小看我。好的，78点钟，耶！大家对台湾各地来参加总决赛，未都决心天初一样。第一季是接受反斗智力的挑战，前条线是骑士人查反斗。沙地是重复查反斗，再过来是粗茶的反斗。你可以帮队友。今年总决赛是同乜嘅有关咯？有团队冇啊？哈哈，冇唔错，就是同海有关。总决赛嘅头一站是基隆，基隆市面对大海，背面有山呢。唔但唱有天然嘅商业港口，还有大大小小嘅渔港。头一类任务爱伫海洋科技博物馆地度来进行。海科馆总共有9个展堂，咁乜嘢就跳下嚟认识台湾电影院都有嘅大海。讨海科馆过关，伫海科馆地度抗赢25张任务卡，是爱完成一类任务就得到1分。完成千岛任务嘅前3名，就得加3到1分。大家加油哦 ！Go go go！ 你们1人先来拿第1张任务卡。找到海洋科学厅的海中声音，查查海底各式各样的声音，一次3题全答对就算过关。海洋科学厅，我现在要去水产厅。找到海洋科学厅的拯救生物，把岸上的生物都救出即可过关。水产厅，请在给海洋的未来展区写给海洋的一封信，传达对海洋未来的反思。文化厅。要怎么弄啊？没有电脑啊！海中声音的探索，哪一个是潜水艇声呐的声音？请问下列声音中，哪一个是海洋中通往的声音？还贴在你那个任务卡上面。海洋的未来。
越紧了。回天。工程厅到底是哪里呀？你心机很重。找到，还要找到，请把吴郭鱼配对成功配成3对。我的3对要什么？有啊，3个了。海洋的未来是在这里。海洋的未来就在这边，可恶，我刚没看到。然后写给海洋的一封信。那这里寄出。哦，好难哦，范围好大，找不到。请问你知道拯救生物的地方在哪里吗？拯救生物的地方，我是要把生物都把里面的生物都救出来。所以你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是这个吗？对。安尼先当坚持爱完成体力任务，虽然慢的有好久的，不过长期安尼坚持唔放弃嘅精神，真然看到人祝福。请找到照片中的这个装置，在哪个展厅内写出名称。我就知道这边一定会有，而且会在很多然后是条带鱼病。真的还假的？你哪里找到的？这里一进来就有一个。真的还假的？哦哟！哇！这里有吗？有吗？它会不会贴在字下面？哇！怎么办？这样会赶不上进度啦！啊，就在后面找找。提供飞船进行维修。大家啲嘅做乜嘅呢？因為擺農空都含有啲點東西呢。好了，你后面有东西喽。哦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可恶，更紧张。原來嗰關任務當中含空的另外一個任務，大三人嘅擺農空都疊定一種海洋生物，大家我來比看啦，看乜人看到最多生物，看到最多嘅人加1分，本最多人看到嘅愛扣1分。大家做啲 TV 看啦，淘汰海雕度愛sen術，含愛木本體藝術題，無就係本人做起來真見無眼改呢，大家愛看聲音啲位哦。好像是山呢，偷瞄一下。对，像那个时候就是超紧张，会被就是看到自己，然后就要赶快掩护好自己的那个卡，还要可以尽可能的去偷看别人的卡。水中了，太好了！我
我刚刚看到会有小丑鱼。我看到海什么的。哦，看到了！我要上楼。哇，5B，可恶！我看到了一张。我就要平贴，等你自己翻过来。吼什么吼？你看到了？看到了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没骗你，我真的看到了。可恶！就正好在玻璃给你，然後就是會有反光，佢就看到清冲迄樣嘅唔知，就看到我背後就會下馬街。我看到子恩的，等一下。你看到子恩的、哦？对啊。你有看到谁的吗？宁轩的。真假的？不要看他。我要看。你的好像会掉了，还是没了？你看到？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不要。你走呗！不要，你要跑到后面。等一下。哎，我用这个卡挡住。哦，僵持多久？快点！这样，等下不要动哦。你要看我的吗？当然要啊！啊，我就想看你的啊！你不看我不看吗？好啊，你先走啊！你走掉，我再看。你走那边，我走这边。好，你走的3秒我不能动，然后没有啊，然后我不能动，我如果背着你，对啊，你可以背着我啊。你走那边，我走这边。好，看着目送。 OK， 好 OK。我两个就一直卡在一个电梯，僵持不下。因为他先走，我先走，然后要一起走，还被看到怎么办？我超想要看的。哦，看到！啊，我没看到，不是海。可恶，失败。背上没有贴东西，找任务的时候就不害怕，完全不会怕被人抓到看到。可是现在一贴上这个之后，哇，超怕被看到，就怕会被加分，然后就被拼过去。哇！答案在海洋科学厅，我又是数次。哦，找到了。他说，如果将所有的盐堆积在地球的陆地上，高度可达150公尺。这个小人好难找，找了好久，原来这只是乌鱼，你害我找了老半天。也就是人工繁殖的乌鱼子，他们通常就是他们只要母的，所以他们就是会用一种特别的饲料，当他们全部变成母的之后呢，才会给他们吃回正常的饲料，增加持续度。每个都好玩的地方都不一样，有些很刺激，然后有些就是可以让我学到很多就是知识。哦，这个乌龟它是用那个塑胶袋做的，就是要呼吁大家可以环保，就是少使用塑胶袋，不然乌龟就会在它的家里吃到塑胶袋。地球上最深的海沟在哪里？来，在这里有没有？11000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，好、哦，对，马里亚纳海沟。哦，谢谢。客气。各关于乌结束的阿伯拜、阿皮影、阿二飛排前3名，可用生物貼對貼。
也部分阿祖妹同阿嫩先各加1分，不過阿祖妹同阿兒飛本最多人看到，故所愛扣1分。台灣點點人都係海，來到基隆聽說愛去海順行行啊！第2站，俺來到嘅江嘅沙灘。奇怪，沙灘上又會有咁多垃圾哈！一代山色海嘅垃圾唔但將同海順岸江嘅風景做乜貼，還靠會害死海島度嘅生活。沙灘俺大家共下來去搶灘，來為大海出條心力。一擺本族嘅風色又地位浪漫咯，小朋友大家愛啲沙灘好，潛到硬中心，向下嚟睇下大海，同人大家講按到乜嘅？塑膠袋絕對不能亂丟，我會以為是水母，一吃下去我就沒命了，海龜競賽。請幫忙清理正確海灘板，一下線被競賽。睇到大海，求人大家愛去救佢，人又好唔乾咯，大家來去聽書飲垃圾啦！我是好隊！搶灘，大家愛頭限天嘅時間內來進行搶灘嘅任務，飲到垃圾輕重嘅組得2分，另外一組得1分。飲到最多用100超獲體嘅塑膠類垃圾嘅組再各加1分。那大家要小心咯，那我們就開始進灘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玻璃 ，OK， 幸運的幸運。玻璃，在动的时候就在旁边冲。玻璃，对。我负责找玻璃了。我來幫你開袋。看。好。葉教練。棒，這個重量很夠。看哦，要看到這是塑膠袋，對不對？海龜它本身視力不好，沒有舌頭，沒有牙齒，它沒有辦法分辨塑膠袋，所以我們不要亂丟垃圾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們繼續撿咯，哈，加油！我在那立一下，我在立。好，這裡。我先 OK。希望大家喺呢邊來到去順便嘅時間，冇青菜挑剔石梯，喺沙灘上。你不行，我幫你。你先等一下，為什麼？等，你繩子先放。這是這一區的最後一個垃圾了。好，我們走，前進吧。1、2、3。大家啲搶灘家下未愛好巧，愛啲好識大海哦，絕對冇亂放垃圾。咪盡量冇用久就唔會冇睇嘅塑膠類製品。兩組都染咩黏嘅垃圾，上來萬人嘅垃圾卡重咯。好，來，扶着。好，23.5。很快比我快要比你重了。好，放這，好，扶着就好，扶着，不要壓的。好，20.5。恭喜風吹嘅垃圾最重得到2分，綠吹得到1分。接下來我來看啦，呢種染到嘅用100做鑊體嘅塑膠垃圾較多，行喺風吹較重，再個加1分。一片安靜嘅大海，長少數人啲好通宵係唔拉嘅，愛大家都啲。有安用嘅，就會有行較多人未啲好少大海咯。接下來一個任務就係愛來翕廣告，請2組嘅成員各翕一類石海廣告，愛大家共下來好好對待大海。綠色當它的背景不是這樣，就是他們也會啦，我們要有特別。那你想嘛？我想不到你導演啊，你導演在想，我們是演員呢。想好了，快點吶！我是導演加攝影師。你是要想什麼啊？我在問這個。我們拍一點好不好？在水底了。好，那我們跳到海裡是這個意思。跳到海裡。你這3個景要那大海要垃圾，還有這裡大海是全景還是中景？
先拍大海，然后然后呢，两只小鱼冲出来。没有，这边不会，这边这样子。还有一倍过来。你们就先在旁边，我先。不是你先，你先从旁边拍，旁边拍完之后我们就跑进来。5、4、3、2，开始。Action！ 等一下，大家。对，来了，我的鞋子。Action！ 这个看起来很像好吃的。拜托，好，下次就要马上过掉你那么久。不要这个好像水母，看起来很好吃哎，我们试试看。啊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！等一下哦，我要先拍旁边，然后上字幕，然后再慢慢过来，可以吗？好 ，OK。你看知道了。兩嘴都係認真哦，見翕又個翕過，希望同1.3嘅畫面展現本大家，上來成功用嘅呢。这里是美丽的海洋，深海里居住着许多可爱的海洋生物。嗨，今天天气真好哎，我们去好不好？好啊。这个好像很好吃呢。对呀，吃个好不好？好。哇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！好无聊，我们去玩吧。可以干嘛呢？哎，我们来玩沙。好。不要用些吃的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去吃点东西。走。好啊。嘿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好。拿出来。我肚子好痛。廿兩鋪石海廣告完全係大家自家來編、自家來翕、自家來演出。故事雖然異常長，講也唔怕講，也有樣係咩嘅鬼嘢咧，大家同樣都有嘅感受。兩部影片人都同時變到粉絲專業親熱，得到青島站嘅記住13人就得2分，叫起6歲楊鳳翠53票得到2分。喺海洋空游來游去，當地底下。睇唔嘅，我實識唔嘅。也下來到清明，愛飲樹講行了，也意思大家愛用海洋、大海、大魚、細魚、海浪也到詞來錯異嘅記憶。乃愛海洋裡嘅海洋係人最好嘅朋友，進行嘅幾日嘅演舞過後，大家對海都行卡淺，未行卡啲愛下海嘅。總決賽頭一日嘅節目，暫時係阿皮人同阿伯快亮先，還有2日愛比賽，萬人會得到前3強，還都難講，前面股變落去就錯啦。謝謝大家的幫忙，讓我得到了關鍵的2分。接下來會繼續加油並全力以赴。你講的我唔錯，是我愛做我，太可累了。